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5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最近比較火的大家網上討論比較多的，還是上海收購二手房這個事情。上海區屬的國企下產收購二手房，用作保租房。那有很多人對這個非常看好，認為這個就是樓市見底的一個標誌這個政府出手收房子了，而且還是上海市政府，標誌着上海的這個二手房房價就要往上走了。上海的新房價格一直是漲的漲了30個月40個月了，二手房價格在跌。那上海市政府对吧，它这國企下產收購二手房，用作保障房，標誌着上海的二手房也要止跌回穩，甚至要上漲。網上有很多這樣的聲音這個財新網它有一篇報道，這標題就直指要害，說上海區屬國企下產收購二手房，用作保障房，能否穩住當地樓市。關於上海市政府下產收購二手房做保障房，這個咱們前幾期節目都談過了我們只是看看財新網它是怎麼說的。財新網說此前一名金融機構人士認為，政府收儲存量新房只是直接為開發商注入流動性，並未真正轉化成市場需求，而以舊換新對拉動需求具有乘數效應，這一下就把它攪動了，對吧？通過二手房來帶動新房，想法是好的業主每出售一套舊房，至少對應拉動交易一套新房，一套二手房。市場機構叫普瑞數據研究中心總經理林波告訴財新網說，上海直至此時才試水由區屬平台公司下產收購舊房，主要意圖在於穩住市場。過去半年多，上海樓市日益承受下行壓力。從2025年下半年起，當地新房成交活躍度減弱，新盤月均去化速度較2025年上半年放緩超過60%，二手房價格也在加速下跌。但是媒體告訴我們的是，上海豪宅是吧？日光30萬一平的房子，2億一套的房子，那都是日光上海的新房價格是節節攀升。但是你看這個專家說了，對應的是什麼呢？对应的是新房月均去化越来越慢了。你就是豪宅賣得动，其他房子新房卖不动，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这是財新網報道的，不是誰在唱空那麼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5年5月起，上海二手房價格同比環比均呈現下降趨勢。2025年12月，上海二手房價環比下降 0.6%， 同比下降 6.1%。 據財新網了解，從2025年6月左右至今，上海二手房價格已累計下跌了約 15%。 據市場機構中指研究院統計，2025年12月，靜安區、徐匯區與浦東新區二手房成交均價與歷史高點相比，均已下跌 30% 左右。靜安、徐匯那算上海的核心區了吧？比這個最高點也下降了 30% 了。誰說這個核心區不降呢？對吧？價格不跌呢？它也跌普瑞數據研究中心發布2月3日的報告指出，3個試點區域的收購基本以老破小為主，這也是上海二手房市場中價格敏感度最大、以價換量最明顯的房源類別之一。當地政府進場收購後，這些房源將率先實現穩定，有助於激活房地產市場置換鏈條。但是同時他也說他說現階段市場需要政府出手托底，當官方下場能否對3個試點區域的市場產生刺激效應，尚待觀察。林波認為，客戶置換存在資金門檻，實操中存在一定難度。就是想法是好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實際效果呢，說了實操中有難度什麼難度呢？你看他這麼說的，他說靜安與徐匯兩區的房價歷來偏高，當地業主若通過出售小戶型舊房來置換，地方政府出來這政策就是讓你置換的不是說你把這個老破小賣給政府你就跑了，不是这樣子的你把老破小賣給政府，讓你拿着這個錢在當地那個區再買一套房子，叫小房換大房，你還得往裡貼點錢，不是讓你套現離場的。
說這個區內滿足同等资金条件的改善型房源，尤其是一手房源较少，浦东新区可供置换总价较低的钢改型房源相对更多。这个林波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客户是否認可评估價是舊房交易關鍵所在。收購舊房需要單套談價，買賣雙方往往需要經歷一番博弈。上述3個試點區域並未詳細說明如何對舊房進行估值。綜合來看，各區主要由區屬保障性住房公司根據市場或評估結果與業主洽談。林波說啊，若後續市場一直下行，買賣雙方對舊房價格難以達成共識，客戶參與置換的活躍度與價格因素共同影響官方收購規模，這也決定了這項舉措最終能夠激發多少改善性需求。他解釋啊，值得關注的是，下場收購意味着3個試點區域的區屬保障性住房公司均需投入大量資金。中指研究院測算，2025年在靜安區、徐匯區和浦東新區二手房成交中，面積低於70平方米且總價低於400萬元的住房成交量超過2.6萬套。若其中30%業主需要在區內換房，以總價400萬元每套估算，3個區一年所需的收購資金量大約為315億元。3個試點區域在完成收購後，將房屋裝修改造成保租房對外供應。保租房在運營階段能否實現現金流收支平衡，關係着二手房收購模式能否初步跑通。林波稱，3區強調收購以區內核心地段老破小房源為主，既是因為這類房源的租金回報率相對可觀，眼下上海整體租金回報率大致為 2%， 而3個試點區域的老破小房源租金回報率可達 3%甚至更高，只有更高租金收入才能覆蓋前期的資金、裝修、運營成本。專家他就不願意動腦子，這叫一廂情願。什麼叫一廂情願？這叫拍腦門。你資金回報率達到 3%， 我已經說過了嗎？你假設你在徐匯有套房，出租的資金回報率達到 3%， 那你要賣它幹什麼呢？你賣它完了換個大房子，這不是腦袋有坑嗎？你這個完全可以租着，對吧？拿這個租金來去養那個大房子啊。因為他這個目的啊，把你手上房子收去給你錢，不是讓你套現啊離場，是讓你換個大房子買，而且在本區買個大房子，這不就是政府不做賠本的買賣，就這意思，對吧？我給你出300萬把你房子買了，然後你自己還掏個400萬或者500萬貸款800萬，什麼你去買那個大房子，就這個意思啊。如果我這個老破小的租金回報率達到 3%或者更高，那我就沒有必要把它賣掉嘛？為什麼呢？對吧？我那邊按揭貸款那什麼公積金貸款還不到 3%，是不是這個道理啊？你現在也有財政貼息，是不是？馬上傳言要貼息了，貼息那就我這個按揭貸款利息在 2%， 那我這邊房子租出去是 3%， 那我為啥把房子賣掉呢？我租不挺好的嗎？所以說這專家就是一個人在那兒啊，這些什麼啊政府啊在拍腦門，就搞得好像老百姓都是傻子，願意把房子賣給你，那一定是有問題的吧？否則人家為什麼要賣呢？所以這個政策啊，實際上這個全國各地啊都已經搞過了，都不了了之。現在上海出來一搞，好多中介、好多這個專家居然叫好，認為這是樓市要見底了。樓市見不見底啊？我們再看看這個經濟學家馬關元，他說啊，今年房地產怎麼走，決定未來10年中國經濟。大家看視頻啊。2026年房地產見底基本可以講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概率的事件。中國房地產能不能穩住，我們一直說是中國經濟能不能穩住的頭等大事。2026年如果說房地產穩不住的話，那麼對於2026年中國經濟來講，要穩住的話，難度就比較大。那麼2026年房地產能不能穩住？我們先不要考慮政策啊，比如說2026年會出什麼樣的政策，會面臨什麼樣的情況，我們就從房地產在經歷5年的調整，進入第6個年頭以後，我們從歷史，從這個各個指標，從目前整個市場的基本面，我們來看的話，那麼房地產的自身有沒有完全調整到位？我個人的判斷已經調整到位。比如說正常情況下，房地產開發投資，我們從過去出現的一些房地產崩盤以後的數據去看，那麼比如說美國，包括當年的日本，就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一般會掉多少？一般就是40%左右。那麼我們現在就是2025年結束以後，房地產開發投資已經腰斬了，也就是說，距離2021年的歷史高點，房地產開發投資一半已經沒了，跌到位了。還有
大家非常關注一個指標，叫新房開工面積。我們去看我們現在的新房開工面積，那麼從其他國家的房地產調整以後新房開工的情況去看，新房開工意味着什麼？比如說很多開發商看到市場這種下滑，看到房價的下跌以後，就慢慢的不做項目了。為什麼？整個市場非常恐慌。那麼到什麼樣的程度以後，这個市場就見底了？從過去美國房地產的調整，很多國家房地產調整，你看新房開工的下跌基本差不多是50%左右。也就是說，如果距離高點跌去50%，一般意味着市場差不多就見底了。那我們從2021年到現在，新房開工下降的幅度接近80%了。那麼第三個，我們看房價。那麼從房價本身來看的話，當然我們現在有着很多數據你去看數据的話，這個分歧比較大。我們做一個大家認可的數據，就是2025年差不多結束以後，從2021年到2025年，我們整體房價下跌的幅度，全國普遍40%多，當然腰斬的很多，60%、70%也有。但我們做一個普遍的值。40%。那麼我們從這個過去房地產調整的歷史去看的話，除了日本，除了1997年到2003年的香港除了這2次房地產下跌60%，大多數的房地產調整的幅度基本在35%到40%，這個是比較正常的。我們取一個差不多的中間值吧。那麼中國這次房地產調整，大家知道這個房價這個下跌的幅度已經超過40%了。我們假定還會往下下跌10%，那也意味着什麼？基本上快要見底了，因為很多地方房價已經跌去50%，有些甚至到了60%。那麼第四個就是從時間，每一次房地產調整的時间多長？房地產正常的周期就是從底谷到见底的周期是18年到20年，這是產業周期裡邊最長的一個周期。所以我們為什麼把房地產周期叫周期之母？就是它會影響整個經濟的方方面面。那麼世界上過去這些房地產調整的歷史看，正常的時間就是3到4年。當然有人會抬槓說日本調整了10多年，也沒有調整10多年，日本差不多就是5年一下調整到位了，5年一下子房價就跌到位，跌到位以後長期在底谷運行了很多年。那麼我們現在整個房地產調整的時間也已經過了5年的時間，就是第6個年頭，從時間來講也基本差不多了。那麼这一個我們從現在整個房地產的供應去看，從房價本身跟老百姓的收入去看，不要去算因為我認為房價收入比也好，租售比也好，其實在中國算這些數據根本算不準。為什麼？房價多少也說不清楚，收入多少其實也說不清楚的。我們房價中位數的統計收入中位數的統計等等都很不健全。我們就說一個感覺的數据，怎麼來判断？有1半以上的人在這個城市感覺能買得起自己那個收入範圍內的房子，房價就合理了。現在其實很多人感覺房價已經合理，所以我個人認為2026年其實對房地產本身，只要我們的政策不要太過於平淡。不要太过于平淡什麼意思？就是當遇到一些特殊情況之後，我們應該出手把房地產做。其實房地產自身的週期已經到了見底的階段，所以在這個時候對地產過度悲觀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我個人認為2026年其實我們會迎來一個如果不出萬一比如說國際上突然發生一個大事，中國經濟出現一個大事，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2026年房地產見底，應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基本可以講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概率的事件。當然在政策層面我們不能放鬆，包括出現的一些房企怎麼辦？我們最近也看到有很多信號也比較明顯，比如說很多房企反映現在不要求每個月報3條紅線的一些數據了，我認為這都是一個信號，所以我們可以看2026年中國房地產究竟會怎麼樣。這個馬冠遠呢，他認為今年樓市就見底了，至於為什麼見底，他反正也沒說出個所以然吧。我好像聽了半天，他也沒給出個1、2、3、4，反正馬冠遠是2024年10月或者11月份，他也是親口說的。
我當時節目裡面也有啊，把它放在節目裡面了，視頻。他說這個2024年9月份不是政府出大招救市嘛，叫924吧還是什么，反正救市完了之後1個月以後吧，還是2個月，馬官員就出了個視頻，說我認為一線城市已經穩住了，對吧？現在2線3線還沒穩住，結果25年一線城市補跌，而且還加速。剛才這個財新網也報道了，國家統計局給的數字上海跌了多少了？25年是吧？補跌而且加速下跌，說明馬官员老師判斷錯了，他這回又判斷26年要穩住，我看大概率他恐怕再一次判斷錯誤。其實他是這麼認為的比如說房價平均房價是3萬，跌了1/3，現在已經跌到2萬了，他就認為跌不動了。他總是想着以前還是3萬，对吧？都已經跌掉1萬了，好，有的地方跌掉1萬5，对吧？跌了一半了，真的跌不動了，已經除以2了。但是你要從現在這個角度看，你這個房子2萬或者1萬5，那還是高啊，你要跟現在韭菜的收入去匹配对應现在韭菜不出手不買，就是說明問題你的收入对吧不夠沒有信心。所以說你從3萬看，你跌了一半了，跌了1萬5了，現在真的跌不動了。這很多人炒股票就是心態你看最高點是100塊，現在跌到只有50了，便宜了，可以買了。實際上呢，下面還有的吧，這個叫什麼腰斬，腰斬下面還有膝蓋，膝蓋斬下面還有腳踝斬，腳踝斬下面還有18層地獄呢，你都看不見。所以從2萬跌到1萬也沒毛病不還可以跌50%嗎？對吧？3萬跌到2萬，好吧，3萬跌到1萬5，腰斬。那從1萬5跌到1萬，对吧？還可以跌到一個1/3， 30%幾，沒毛病。但是你想想你這個從1萬5跌到1萬，雖然跌的不多，是只跌了5000，但是是不是你那個首付就跌沒了？你首付跌沒了之後，你首付是20%嘛，跌沒了和你那個又是你的房子殘值已經抵不上那個銀行貸款了。所以不要老以跌不動對吧？說再跌不了多少，不能拿這個來說，因為現在很多剛需房買房畢竟還是加槓桿的，对吧？都是按揭買，按揭是首付20%，它經不起20%下跌我們就這麼說吧，你從這個河北燕郊，对吧？很多地方房子跌了70-80%，以前最高的時候有5萬4萬，現在跌到1萬，這個已經跌得夠狠的了吧？一點都沒毛病這個已經跌得夠狠了是吧？透透的，從4萬跌到1萬，跌得不夠狠嗎？扎着的跌沒了。但是你現在1萬買了之後，它跌到8000，你不就賠錢了嗎？你不叫賠錢，你的首付就沒了，這房子對你來說就是個負資產。1萬跌到8000難嗎？對吧？跌2000很容易的所以我覺得對韭菜來說你不要賭什麼房價有沒有到底。你現在你要想買房，首先問自己，对吧？是不是剛需？是不是買了之後你心情就好了，你就莫名的開心？這是第一個問題就是是不是非買不可？買了之後這個感覺整個人的生活都有意義，对吧？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第二個呢，你錢夠不夠？你當做消費你只要把這兩個問題搞清楚了，你就可以買還是不買，就特別簡單。你不要想它什麼時候是底，跌到多少就我一直拿這個買車舉例子对吧？你喜歡這個保時捷貴買不起，那不小米不出來一個保時捷差不多的嗎？同款对吧？姐妹款，那20多萬30萬不到，你喜歡就買一個唄，這是消費對吧？你也知道那車一買之後就貶值，過2年对吧？一半的價格都到不了了，但是你還不願意買嗎？就是消費，你買了之後你開着車覺得提氣对吧？感覺自己年輕了10歲，感覺自己朝氣蓬勃，那你買對吧？所以說牛馬韭菜，你不要賭房價什麼見底不見底的，你買不買房僅僅取決於第一個是不是必須，是不是有這個必要，第二個錢夠不夠就完了。老關心房價有沒有見底的，多多少少還是想炒房对吧？還是想在這個房子上面賺點錢，買了之後到時候一漲怎麼樣。這個說實話如果你就是一套房的話，你就買了漲了，你又能怎麼樣？你也不能把它賣了，然後又去租房住。這個房地產低迷倒確實給經濟帶來了這個非常大的這個負面影響，對吧？拖累了經濟。這個尤其在年底這個惡果就體現出來了，到處都是農民工在討薪，而且討薪的對象都是中字頭的，什麼建築企業，大家在網上刷那個短視頻，估計刷了不少，非常多。越到年底討薪的越多。今天我看到一個報道叫建築業寒冬之下，4000多萬人該何處何從？建築業的寒冬仍在延續。據相關統計2023年全國超過2300家建築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重整。2300家建築企業2024年有1500家建築企業消失，其中就有江蘇建工、重慶中科、河南國基、中達建設這4家是有特
特級資質的這個企業，就是特級建築企業破產重整。2025年上半年共有1366家建築企業破產重整，其中特級企業有合肥建工、江蘇順通、江蘇華浩、中信國安建工。你看看，都是幾千家破產重整。所以你說這個房地產企業好像好慘一樣的，都在 ICU 病房。那這建築行業都已經，对吧？都已經火化了，都成了灰了。為什麼沒人知道呢？就是因為它建築行業它是，对吧？它不跟这個消費者打交道，對吧？它的服務對象是房企，所以它死活沒人知道，沒人關心。根據中國建築業協會發布數據，2024年底，我國建築業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平均人數5962萬人，這將近6000萬人啊，同比減少12.3%。簡單計算一下，較2023年有833萬人離場，也就是說，從事建築行業的啊，24年比23年少了830萬人。你說這些人去哪兒了？所以它就造成很多人，对吧？在那個農村的老頭老太太在那個收割機下面搶玉米、馬鈴薯啊，撿那個黃豆啊，對吧？這不就是連鎖反應嗎？截至2025年6月底，我國建築業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平均人數4232萬，同比減少10%。離開的人或轉行或待業，留下的人也備受煎熬。以降本增效為手段，通過待崗優化人才沉澱池、西崗培訓中心等方式變相裁員，規避法定賠償。重慶某建築央企內部待崗方案顯示，待崗人員工資按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80%支付，每月僅1680元。某建築集团發布全員降薪通知，管理崗位月薪下調20%，普通員工下調10%。中字頭某局發布通知，自2025年6月1日起暫停發放各類績效薪酬和獎勵。近期還有一家廣東建築公司通知全體裁員，但消息傳開後，行業內大家沒有太多怨言，反而在朋友圈轉發接好運，因為該公司明確給予員工 N+1 賠償。現在居然啊 N+1 賠償就已經成了這個叫 N 次了，不怕裁員，對吧？裁就裁吧，反正已經這樣了，大家的心裡有數啊，都有預期了。如果裁員給 N+1 賠償，那簡直是占了大便宜，怨氣都沒了。你看看，這說明社會到什麼地步了？怪不得最近胡一進老師啊為這個降薪、不發績效、拖欠工資總是呼籲啊，說明情況已經嚴峻到一定程度了。文章說啊，參考日本建築業從1976年到2021年經歷了25年高速增長，20年快速下滑，隨後進入15年緩慢恢復期，可想中國建築業的趨勢調整難度有多大。回顧2023年到2025年這3年，行業人仿佛走過了一段異常艱難的旅程。2023年覺得應該是暫時的，2024年想的是再忍忍，2025年卻是無奈與妥協。建築人2026年該何處何從？這個都說晚了。我記得2021年恆大一爆雷，我當時就呼籲的吧，搞建築的趕緊想辦法轉行，騎驢找馬。那個時候好歹還沒裁嗎？現在4年過去了，站在建築產業100年變革的轉折點，從業者的轉型已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接下來是眾神歸位的時代，每個人必須開始精耕細作，腳踏實地的耕耘好自己的1畝3分地，深挖自己的天賦和使命，找到自己的存在的社會價值。只有這樣才能有出路，不能拿着舊地圖尋找明天的新太陽，以後只會越來越難，總有一天被社會徹底淘汰。我認為啊，就是每個人都要有一個清零的心態，就隨時清零。如果你有清零的心態，你隨時清零，然後你隨時學習，你只有這樣啊，才能應付得了當今這個局面，才會從容不迫。你隨時做好從頭再來的準備，你有這個心態就不在乎。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建築行業這麼慘，實際上啊，除了極個別的行業，大部分行業未來都會像建築行業一樣，這個含義啊，一定會吹遍每一個角落。那只是還沒有到而已。我們再看看這個過氣網紅城市杭州的樓市啊，這裡有幾個新聞啊，值得大家看一看。首先是钱江晚報報道啊，說網紅樓盤業主住40樓等電梯太久，忍痛賣房，每天等電梯20多分鐘。杭州萬人窯紅盤業主忍痛賣房，家住40層，沒有一天不鬧心，家人不解，太可惜了。杭州人馬先生說自己買房故事，理由是賣房故事理由是再也不想等電梯了。他表示那套房子曾經是杭州的萬人窯紅盤，也當初好多人去搶啊。當初窯中的時候，我和家人都很興奮，覺得運氣太好了，但是實
際住進去後，感覺真的沒有一天不鬧心的。我家在40層，每天出門時都要等20多分鐘的電梯，所以住高層啊，真的是要慎重。就是買高層的，高層雖然便宜，對吧？有的高層還貴呢，這要出去取個快遞，對吧？來回一趟1個小時，你說你受得了嗎？馬先生賣掉的房子就在城北望象城的幸福里。他說啊，2023年住進去之後，40層樓上下樓等電梯，每天動不動就要20來分鐘，一想到就要鬧心，晚上睡覺還總覺得房間裡噪音很多。他提出要賣房，家裡人都不理解，認為好不容易搖到的房子，因為這點小事就要賣掉，太可惜了。更何況現在也賣不到理想的價格。但馬先生很堅決，仍然賣掉了。他說啊，不想繼續消磨自己的心情了，未來也不會盲目追逐什麼紅盤，畢竟房子是用來住的，住得開心比什麼都強。說到坐電梯啊，我現在很多上班的人應該深有體會，但是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了啊。反正是10幾年前啊，我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到中午吃飯，早上上班打卡，那是相当的这个擠啊。那個寫字樓是人頭攒動啊，然後大家就想出什麼招呢？比如說，你那寫字樓一共20層，對吧？你在15層，中午吃飯的時候你要下去的話，你根本就擠不進去啊。那怎麼辦呢？先上，這叫曲線救國，先按上，然後這個因為吃飯的時候都是出去吃飯，對吧？上的人少，所以說先上電梯，電梯跑到最頂層，然後下來之後，你就在裡面不出來，對吧？到1層都這麼幹。哎，吃完飯之後回來也是大家都上，哎，你要直接上也不行，所以你又按下去地下3層，對吧？下去的電梯空的，好，這時候你進去，電梯到地下3層到底了，開始往上走了，你再按個15層，都這樣啊。那等個電梯等個20分鐘很正常，你不是說沒有電梯啊，是進不去，裡面的塞滿了人。當然了，這個人塞得越滿，越說明經濟好啊，對吧？那就業嘛，你現在我估計寫字樓啊空空蕩蕩的，應該沒那麼嚴重了啊。這是上班對吧？你上下有次數的，如果你住家，你這麼住，你受得了嗎？根據報告，新杭州人的籍貫大多來自浙江省內其他城市，也就是說啊，在杭州買房的還是浙江省內的人比較多。他說，其中籍貫溫州的新杭州人買二手房最多，其次是紹興。這個籍貫省外的新杭州人購房佔比不高，其中來自浙江接壤的江西上饒和安徽阜陽的人最多。說實話啊，這安徽阜陽本來人就多，人口大市啊，就是江西上饒也很奇怪。2025年是新杭州人購房佔比衝高後回落的第一年，不同區域的外地購房佔比均有下滑，其中籍貫溫州的購房者佔比下滑最高。這個數據什麼意思呢？就說明啊，靠外地人在杭州買房，現在也肉眼可見的在減少了，所以杭州的二手房那交易就清淡。這個是根據中指研究院的數據啊，2025年杭州二手住宅成交6.8萬套，同比下滑6%。12月二手住宅成交4874套，環比基本持平，同比還是下降啊。12月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8%，同比下跌5.7%，也就是杭州的二手房25年，對吧？無論是成交價還是成交量都是在下滑。這不是馬冠元老師說，對吧？這些一線城市樓市穩住了嗎？杭州穩住了嗎？我們再看啊，又有專家提議了啊。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啊，上海人大代表郭康喜提議啊，建議取消房產稅，為市場增信心。上海市人大代表郭康喜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分享了對於今年房產稅的議案。他表示啊，當前住房需求已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上海樓市基本面與2011年相比已發生巨大變化。他指出，房產稅雖佔房價比重不高，卻形成了制約市場信心的無形枷鎖。為此，他建議適時為房產稅鬆綁，以此向市場釋放明確積極信號，有提振預期啊，推動改善型需求釋放，助力市民從有房住邁向住好房。說實話啊，因為上海它不是和重慶啊，這不兩個城市是房產稅那個試點嘛，一試就這麼多年啊，後面好像不準備又要這個擴大試點嘛，但是這個好像就擱置了啊，擱置了。那現在人大代表建議啊，乾脆把上海這個房產稅也給它取消掉，這個感覺就是跟房產稅的改革這個逆向而行，是吧？我倒覺得這是個好辦法，至少改善一下大家的預期嘛，要不然總有人覺得啊，這馬上也收房產稅了，你現在不僅不收，對吧？不試點了，反而還把它取消了，對吧？這就是一個姿態啊，對吧？這個是有用的，但是我估計啊很難接受。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